藝術家進行現地創作，讓牆面成為即興畫布。法國時尚品牌 Agnès B 來台25週年，與台南市美術館合作推出“我們愛塗鴉”藝術特展，現場重現1980年代巴黎塗鴉文化脈絡，串聯巴黎街頭與台灣在地視角，展開跨時空的藝術對話。這幅作品主要就是在畫我自己在台南創作的這些生活經驗啊，所以然後這次也因應這次 Agnès B 的這個展覽，所以我特別就畫了一個 Agnès B 本人，然後讓他可以在我的作品裡面出現。因為我作品都是比較走幽默詼諧的風格，所以我就希望說大家看到我的作品可以有一些會心一笑的感覺。展覽首度將多年收藏的街頭藝術帶進台灣，精選33件珍貴真跡，件件都是非賣品，總共集結23組重量級國際藝術家，其中一幅作品更展現精準的塗鴉噴漆技巧與流動抽象風格，呈現街頭藝術的獨特張力。1984年由這個福出來2000這個他對於針對自己做的一個自畫像，那這幅作品在塗鴉藝術界是非常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個作品，也是非常非常值得這個塗鴉藝術收藏愛好家的一個作品之一。現在這個的就是有關於他自畫像的這個數量，在世界上的真跡已經不多了。另外還帶來37件用塗鴉與影像所創作的時裝作品，展現作品與服裝之間的對話。來自巴黎游泳池的3扇舊門歷史物件也首度在台展出，讓街頭塗鴉從城市角落走進美術館空間。記者陳懷談的報道。